20246月昆戏湾的活动，23号下午，伫个喜秋万丰宫的庙顶热烈来登场，结合地方文化甲产业，规划了侪种的美食甲游程，活动会用的讲一档比一档盛大。现场融入了社区、宗教甲学校团体的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今年的开幕式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议员甲里长拢亲自到场，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昆喜湾事实上是昆生喜树和湾里一个非常具有民俗特色而且地方色彩的一个活动，但现在昆喜湾的活动已经变成全台南市知名，甚至很多隔壁的县市也都会来参与。那其实这个活动不但是融入了我们地方的社区，也融入了地方的庙宇，也融入了许多民俗传统的活动，所以说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精彩，一年比一年人还要多，那参与的热度更多。那我们刚举办了这个2024的台湾灯会，但是接下来接棒的昆喜湾一点都不逊色，所以很多好朋友都一起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昆喜湾，欢迎大家一定来台南哦。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昆喜湾6月文化季的活动，对201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5档。昆新、喜秋甲湾里三个所在各有特色，对溪川、古厝到龙田三个聚落规划了小旅行。另外，万丰宫的庙前还有市集、彩画甲骑马等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今年是我们2024昆喜湾活动迈入第15年哈，那这15年来，其实在地方的支持之下，我们每一年越办越精彩。那你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那包括有骑马、有彩绘，那还有泡泡秀。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一个表演哈。那另外我们也跟湾里商圈那边做一个集结哈，把我们地方的小农、地方的特色把它带动出来。那另外呢，我们的喜哥那边农田的一个小农轻旅行哈，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串联来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再一次诚挚的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携家带眷来我们昆喜湾玩哈。在开幕式过后，今年结合了喜秋万丰宫的古桥祭典，现场还佫安排口井祈福、送平安符糕点的活动。活动持续2天，24暗时还佫有风味餐办桌的料理，总共120道已经完全被订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